Jauh-jauh itu saka jam-jaman na makai cina na sulibat. Saka tu saka jam-jaman norja sopi na kai no cemas. Imazai toa pina sas varitan. Jai sangas. Imazai toa tapuru kato dosa kayan. Imazai toa ita karam. Patu sepaca puru karam. 历代志上12章1节到40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西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主弟兄。为首的是亚西以谢，其次是耶阿斯，都是基比亚人示玛的儿子，还有亚斯玛威的儿子约薛和比利，又有别拉加，并亚拿图人耶户。基遍人以实玛雅，他在30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且有耶利米、亚哈西、耶哈南和基德拉人耶撒巴、以利乌塞、耶利摩、以亚利亚、示玛利亚、哈利弗人示法提亚、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撒列、耶以谢、亚索班、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尤拉汉、西巴蒂亚。迦得主归大卫之勇士。迦得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塞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第一以薛，第二俄巴底亚，第三以利亚，第四米史玛拿，第五耶利米，第六亚太，第七以利叶，第八约翰南，第九以利沙巴，第10约利米，第11莫巴奈。这都是迦得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抵100人，至大的能抵1000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跑。归大卫之便雅悯犹大人，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塞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时神的感动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归大卫之马拿西人。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大卫往喜格拿去的时候，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耶撒巴、耶迭、米迦勒、耶撒巴、以利户、希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归大卫之战士成军，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念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约大是亚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
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沙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主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玛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都来立大卫作王。以萨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担行的，他们主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西布伦支派能善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恶心的有5万人。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万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迦得支派、玛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以色列民同心立大卫为王，以上都是能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主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萨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驴子、牛取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来求开诺什么？Satu cu asin na apuro kai imajai toa tapuru katu waro karan。上帝的灵感动他们当中的亚玛赛，他喊着说：“大卫啊，我们是你的人；耶西的儿子啊，我们站在你这边。祝你和你的盟友都成功。你的上帝是你的帮助。”历代之上12章18节。Acu manasin apuro tu saka zaman-zaman imade tuaca sinupu kai no cemas. Satu suaka zaman-zaman sini pupatarban 同坐拱廊跟随耶稣。历代志上12章的记载，大卫认识扫罗政权下一个势力不强大的叛乱组织。不过大卫的领袖魅力吸引了以色列各支族的勇士来投靠，连扫罗的手下也来追随。这些加入大卫阵营的人带着他们的专长来投靠，他们随时都能上阵，让该团队成为具感染力、有行动力的团队。他们带着同样的心智加入大卫阵营，写下一群勇士的故事。他们成就一个传奇，造就一个辉煌的国家。那是后代子子孙孙在面对困境和抉择的时候，一个值得向往、充满欢乐的标杆国度。2023年，我做了全职服事生涯的最后一个抉择，离开原先牧养的新生教会，受差派开拓新希望教会。对我而言，这是在整个环境受疫情影响而衰退时，一个追溯信仰源头重新再起、跟随归回的行动。这是身为受伤中会牧师的使命继承。1972年，新兴教会牧师苏天明带领分社受宗，理念是教会和传牧者是要不受环境限制，自由的传福音。这也是身为新生教会牧师的责任。在教会设立50周年以后，再向前踏一步的行动。从个人信仰溯源来看，我的祖父开拓民雄真耶稣教会，外公则与王武东牧师
一同受派接受日本人聚会的教会，开拓了嘉义中会、西门教会。因为当上帝在我前头开启机会，我在追溯故事中理解自身的召命，并开始逐梦。以色列人归回巴勒斯坦，若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圣殿，不是由一个人完成。以色列人需要借着大卫与各代本领投奔他的勇士的故事，在圣灵的感动下一起上路，才能完成。开拓教会也是如此，需要有一个人与一群加入我们的人，甘愿一起做拱廊。当我向资深长老们报告将从教会请辞时，一位长老不舍疼惜地对我说：“牧师，为什么要去做拱廊？”拱中文有鱼和拱两种写法，我想了一想，这2个字的意涵我都有。这样的我，因为没把握能使命必达，所以不敢随意邀请同工现身同行。但感谢上帝，仍有一群一个心加上一个感的拱廊，带着拱廊的态度加入开拓团队，牺牲教会，更不考虑投资是否有赚有赔，为新希望教会提供后援和奉献，让我们成为大卫传奇故事的一份子，诉说一个现在连结族谱过去，追溯上帝应许的使命，充满欢乐的回归故事，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一同做拱廊。阿丘马那西尼把这个点们同做拱廊，跟随耶稣呀。di jajaran tua mana turu nuata semataya ai chuata sinupu ka saunia ima zai tua kai nuat semataya pas malamalo pakelang tua ai chua site sangas sincarbatan ni tawe tayau turubu kisah selang kiparain te maju ayatua na kiparain ti tawe ti taviti tua ta semataya sikan ini kana mautau ti maju, ini kana marku ti maju, ayatwa izwa katepi suran na sematayau ta kamai terwawau kipaparangzan di maju, sikatitin nameotan pasamaramara janutin tongzo gongran 跟随耶稣呀，你看我家zuma kinunman amina ta kiparai sakamaya tua ta semas kipagau-gau tayau, nuna kipagau-gau tin nakaangan utakin naman na zuma amina nga ta semasa ta patutsuni sa kamaya latina nakiparare nga pararaw to ta semasa ta kama itariwaw at Yesu Kristo ayakanam apapupitsur tanitin to sa kajaman-jaman sa tutsu asini pakinu menemetanitin 圣经中古老的故事最精彩之处在于未来布鲁格曼圣师开启的异想世界sinai to sa kajaman-jaman Arutya kigadui na kinumnam tuswa ka jaman-jaman latina na gamado kinumnam ayakana pasmarau ka inuling。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对我说过的话，我都能够放在心上，在我一生的道路上，紧紧跟随你的脚步，勇敢为上帝国度做梦。祈愿有一天，梦中的那个世界不会是一场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Mali-mali itu suka jaman-jaman nama katina misila-silang sumupu apacung tua kainua semat lata kinilang saja pasusui saka nama katina na mangwa tuaca sinupuan tuaca kini jajaranan tuaca semas aikana papupisu ratisu na tiaken saka mali-mali latina na sudiva tutsu ata kini adavan taca 平安